大家有冇遇過一種人？無論你哋之間發生乜嘢矛盾，佢永遠覺得自己冇問題㗎，好似裝咗個自我感覺良好嘅永久濾鏡，睇乜都係自己最啱，你唔順佢意就係你諗多咗。同呢啲人嗌交，真係攰過返工加班10個鐘，至少加班有錢收，同佢哋糾纏，分分鐘連魂魄都被榨乾。佢哋有個共通點，從唔會反思自己，亦唔會理你感受。你明明勾到個心口翳住，佢可以若無其事繼續打機、睇劇，甚至話你小題大做。你等佢氹？唔好發夢啦！佢會嫌你麻煩，情緒化，然後仲要反問，你又嚟？好似你嘅情緒係一種無理取鬧嘅噪音，阻住佢享受人生。最攞命嘅係，當你好聲好氣指出佢嘅問題，佢唔單止唔會認，仲會即時啟動乾坤大挪移，將個波完美撻返俾你。例子大把啦。你話你成日遲到，我等咗成粒鐘好唔開心。佢答，咁你咪唔好等咯，係你自己硬要等嘅，關我咩事？你話你答應過我會改，點解又呃我？佢冷笑，我幾時答應過？係你自己一廂情願啫。聽到未？錯嘅永遠係你，唔係佢。你嘅傷心係你玻璃心，你嘅失望係你要求高，你嘅憤怒係你唔識體諒。喺佢個劇本入面，自己永遠係無辜嘅主角，而你係個無理取鬧嘅反派，專登搞破壞。日子耐咗，你會發現一個恐怖真相，佢根本唔會改㗎。你以為忍多陣，教多陣，等多陣，佢總會明？傻啦！自私嘅人嘅核心邏輯係我冇錯，點解要改？佢哋套自我保護系統堅過防彈玻璃，任何批評都會反彈，仲要射到你一身傷。你忍無可忍發脾氣，佢即刻露出受害者表情，同全世界講，睇下佢幾癲。明明係佢長期漠視你，傷害你，但最後喺人哋眼中，強勢嗰個係你，亂發脾氣嗰個係你，最可笑嗰個都係你。而佢搖身一變成為包容你嘅大好人，仲可以好無奈咁同朋友講，我都唔知點解佢變成咁，係咪好諷刺？你嘅痛苦同掙扎，最後變成襯托佢善良嘅背景板。你喊到眼腫，佢安然瞓覺，你心死離開，佢同人講已經盡咗力。成個過程，佢連一滴眼淚都唔使流，就已經贏盡同情分。點解會咁？因為自私嘅人最擅長玩情感綁架同角色調換。佢哋唔會同你講道理，只會用冷暴力、敷衍、反指控，一步步逼到你情緒失控，然後拎你嘅失控來證明你先係問題根源。呢招簡直係情感操控嘅必殺技。所以，如果你而家正困喺咁嘅關係入面，聽我一句，唔好再浪費時間等佢改變。你唔係佢嘅情緒教練，亦唔係聖母，冇責任用自己嘅身心健康去教識佢做人。自私嘅人唔會因為你犧牲而醒覺，佢哋只會覺得你傻，然後繼續揾下一個容忍佢嘅人。記住，真正在乎你嘅人，唔會永遠要你自己消化情緒，真正愛你嘅人，唔會次次都令你覺得係我自己唔夠好。一段健康關係，係雙方都會反思，會道歉，會努力唔傷害對方。如果永遠得你一個人喺度修補，咁唔叫愛情，係叫自我虐待。最後送俾嗰啲自私精一句，你今日唔珍惜嘅人，聽日自然有人會珍惜。到時唔好問點解冇人再忍受你啲自我中心病，因為大家終於學識咗，善良係留俾懂得尊重嘅人，而唔係俾自私者無限透支嘅資源。至於身陷困境嘅你，明咗之後就向前行啦，唔好再俾人將你嘅真心當垃圾，亦唔好讓自己變成別人故事裏面嘅癲婆癲佬。你值得被好好聽見，被好好愛惜，而唔係喺一段關係入面慢慢丟失自己。世界好大，唔好困死喺一個永遠覺得你有問題嘅人身邊。走啦，前面仲有好多好嘅人等緊你㗎。如果你喜歡呢段視頻，記得俾個 like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
仲有撳埋隔離嗰個小鐘仔，你就唔會錯過我哋之後更多精彩分享啦。多謝支持。